都说你开这个羊肉火锅很有季节性，很不容易经营。你傻不傻还开这个？唉，成年的世界里面哪有容易二字啊？我们每次不是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事事难做事事做吗？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；当我们向前看的时候，前路漫漫雨灿灿；当我们抬头看的时候，人间烟火胜浪漫；当我们低头看的时候，满路荆棘已过半。做任何事，我们都得熬到苦尽甘来，我们都得等到春暖花开。希望大家前方有路，远方有光，举步之时尽展宏图。今天只有殘留